歡迎收聽渣打市場快訊。渣打銀行播客系列隨時隨地為你提供市場觀點同分析。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渣打投資觀點，我係 Michelle。今集我哋將會探討中美關係惡化之下嘅市場預期同埋投資機遇。美國總統特朗普再次引發市場波動，提議喺11月1號之前對中國進口產品徵收100%嘅新關稅，理由係中國最新嘅稀土出口管制措施。同4月嘅時候一樣，雙方都具備足夠嘅經濟籌碼，譬如話美國擁有先進嘅半導體晶片，而中國就掌握住稀土資源嘅主導地位，去到防止貿易緊張局勢嘅失控。我哋預計中美將會再次達成貿易休戰，因為兩國都擁有經濟籌碼，可以避免陷入持續下行嘅惡性循環。中美兩國睇落為10月底喺南韓舉行嘅會議做準備，到時可能會達成更加持久嘅協議。股票方面，投資者嘅倉位過度看漲，同埋美國政府停擺將會係短期嘅風險。美國股票投資者嘅總體倉位仍然高過平均水平大概1.75個標準差。歷史數據話俾我哋聽，喺呢啲水平之上，標普500指數隨後4個月內回調5%到10%嘅風險顯著上升。但係長期嚟睇，美國大型銀行嘅穩健盈利同埋超過預期嘅收入，將會為公布強勁嘅季度業績奠定基礎。同時，聯儲局減息同埋貿易休戰將會繼續支持風險資產。另外，財政風險推動金價上升，由於投資者需求激增，加上印度嘅季節性因素同埋各國央行嘅結構性需求，金價自9月以嚟加速上升，突破咗每盎司$4200。對於聯儲局獨立性嘅擔憂，以及法國同埋日本對於財政滑坡嘅憂慮，進一步咁樣推動咗金價嘅漲勢。但係投資者嘅黃金倉位極端係看漲，增加咗短期內回調嘅風險，所以投資者應該考慮分階段吸納黃金同埋金礦股。最後，中國即將召開4中全會，主要討論即將出台嘅5年計劃。會議將會聚焦喺通過中國嘅人工智能加策略，實現先進技術嘅自主可控。我哋繼續睇好資訊科技、非必需消費品同埋通訊服務行業，因為創新同埋產業升級嘅投資繼續為佢哋提供咗支持。另外，中國亦都可能會放寬貨幣政策，加強咗中國非金融行業嘅高息國企股嘅吸引力。今集嘅時間就嚟到呢度啦，多謝你哋嘅收聽。如果你對以上嘅內容感興趣，記得點讚同埋分享。我哋下個禮拜再見。多謝收聽渣打銀行嘅播客系列渣打市場快訊，詳情可瀏覽我哋網站嘅最新市場觀點，或者點擊描述內嘅連結。